學生你好，好開心咧，今日咧可以同你去見面啦，咁樣，我係你嘅財富管理策略顧問嚴道生。咁咧今日咧，我哋最主要咧，我哋係根據上次傾完之後咧，我哋即係有收到你你屋企嘅一啲財務狀況啦，咁樣，而我哋 base on 咧上次嘅財務狀況咧去做一啲分析嘅。嗱，我見到咧你屋企係一個三文治式嘅結構啦，包括上有你嘅母親啦，同埋下有你嘅仔女啦。其實我哋咧每一次去做財務策略咧，好基本一個概念就係我哋點樣可以去靈活去守護一個幸福嘅人生。同一時間咧，我哋會要記得一樣嘢，就係喺照顧屋企人之前，我哋先照顧好自己，咁我哋先可以俾到屋企人咧最多嘅愛。同一時間，因為我哋幸福咧，從來唔係一個人嘅事，係全家人嘅事。嗱，一陣落嚟咧，我哋會同你咧去做一個簡單咧嘅，根據你屋企去做一個基本分析啦。然後咧會就住三大點：家庭保障、兩代咧嘅財務管理矛盾，同埋咧退休計劃咧去探討下嘅。嗱，首先咧，我哋有個基本分析啦。見到你每個月咧，你屋企嘅支出咧，一大部分咧係放咗喺你而家住緊嗰層樓嘅供款度。同一時間咧，你都放咗一部分咧係喺你投資物業供款，即係可能單純係供款嘅債項咧，已經佔咗大概50%嘅支出啦。同一時間咧，見到你嘅收入咧，嗱，黃生我見到你收入都唔少喎，你佔咗屋企嘅60%收入喎，即係你係屋企嘅主要收入人。嗱，見到你負債比率咧，大概佔喺30%左右咧，都係一個相對穩健健康嘅數字啊。琴日咧見到你資產，即係咧資產總值就係扣除咗債務之後咧，有4100萬，係一個都唔細嘅數字嘅，而且流動資金都有1500萬。咁我哋過嚟望下咧，你主要屋企我哋上次傾完之後3個核心嘅問題。嗱，我哋見到咧你屋企咧，雖然你有好多嘅收入啦，係咪？你都有一個唔少嘅資產數量啦，但係同一時間咁我哋點樣去做好一個好嘅家庭保障咧？家庭保障咧，從來唔係做俾自己嘅，係做俾屋企人，係嘛？第二樣嘢就係咁我哋點樣去處理？見到你屋企即係奶奶同埋即係新抱，即係家嫂啦咁樣點樣去處理佢哋當中嘅矛盾咧？我哋點樣可以用一個財務策略處理矛盾咧？第三樣就係去到你百年歸老嘅時候，我哋點樣處理退休同傳承嘅問題咧？嗱，我哋先去睇下家庭保障嘅方面。嗱，見到咧。你作為父親咧，對屋企嚟講，無論係精神定係經濟支柱咧，你兩方面咧都係毋庸置疑係一個最大嘅支出嚟嘅。但係咧，你可以諗下，今日如果真係唔好彩如果你唔喺度嘅時候，你而家照顧緊啲咩人咧？嗱，我見到你一方面你照顧緊你媽媽嘅，但係你媽媽你每個月俾緊3萬蚊嘅生活費俾佢啦。同一時間你太太嗰邊，你有2個仔女養緊啦，係咪？見到咧，你每個月都俾緊一嚿按揭嘅費用啦。咁跟住我哋望下咧。嗱，我哋先去探討咗咁我哋點樣處理媽媽嘅方面咧？咁樣，我哋見到咧，媽媽嗰方面嘅生活費咧，每個月係俾緊3萬蚊嘅，所以我哋會建議咧，你可以做一個450萬咧港幣嘅保額。咁咧呢個保額咧係做一個終身人壽保險。點解咧？嗱，終身人壽保險咧，佢係可以由你今日去到你百年歸老咧，你任何一個時間如果你唔好彩唔喺度嘅時候咧，佢就可以即時拎到450萬嘅保額出嚟。而呢450萬咧，就可以將佢放喺香港年金度，全數供落去香港年金之後咧，佢可以幫黃媽媽咧去帶嚟每個月。而家呢一刻假如今日即刻唔好彩你唔喺度嘅時候咧，佢已經可以幫你媽媽處理每個月有25,000蚊嘅你當係每個月俾25,000蚊做生活費咁樣但係25,000蚊都仲係同3萬蚊有少少距離嘅。而個距離咧，其實主要咧，你要知道香港年金咧每一年咧會隨住即係。黃媽媽咧，佢嘅即係你媽媽，佢每一年歲數增長嘅時候咧，佢會越嚟越多嘅。去到甚至乎去到你退休嘅時候，即係去到你65歲嘅時候，咁當時咧，可能你未必會想再去處理生活費嘅時候咧，你就可以直接將你嘅保額全數拎出嚟，然後去幫你媽媽咧去set up一個香港年金。到時你媽媽大概80歲左右嘅年紀咧，佢嘅年金保額咧就將會係每個月有33,000蚊。所以你攞個中間數咧，450萬咧。係一個都幾合理嘅數字嚟嘅。嗱，同一時間我哋去望一望咧，咁你另一半咧，即係去到你太太嗰方面咧，但係太太頭先都講咗啦，你而家身上面咧，佢係處理緊2個小朋友學費啦，同一時間佢處理緊樓宇按揭。見到2個小朋友學費咧，按住而家香港佢喺香港讀書咧，讀緊國際學校，大仔就短啲嘅，大仔大概3年之後咧就畢業啦，而細女咧大概係講緊10年之後先畢業。大仔咧其實咧佢總共嘅學費加埋咧，我哋如果你去外國讀書。可能甚至乎再貴啲又，可能係講40-50萬、60-70萬。我哋攞個中間數60萬嘅時候咧，如果大仔同細女都去外國讀書，未來嘅學費咧就分別一個係300萬，一個係400萬左右。而且我都見到咧，你冇
太太咧都做緊2層樓嘅供款啦，即係大概17,000左右。所以咧，我哋會有個建議咧，就係可能喺你未來你可以處理3份保單，第一份就係一份10年續保嘅，係保額係300萬港幣左右。咁咧每一年嘅保費就淨係需要俾6000蚊啫。嗱，第二份咧就會係一份400萬嘅保額，咁咧係 for 細女20年之後先做續保嘅，每年大概俾12,000蚊嘅費用。最後咧就係 for 嗰個樓宇按揭，就係如果今日你黃生你真係唔好彩唔喺度咁你至少你太太咧都唔需要擔心2個小朋友嘅費用，同埋份層樓嘅按揭。當然我知道你屋企係會有啲流動資產去處理嘅問題，但係流動資產我哋都知道近呢幾年咧大環境都唔好啊，個股市都好波動。至少咧你太太咧唔需要再擔心2個小朋友未來嘅學費啦，同埋層樓點樣去供款啦咁樣。咁另一方面咧，我哋都會建議咧就係咧咁頭先嗰啲係人壽保險，就係如果唔好彩唔係，即係你不在世咁樣。但係同一時間都要諗一樣嘢就係咁我哋點樣處理？如果我哋在世，但係我哋病咗咧，所以我會建議咧，全家咧，我知道你而家屋企係做一份，但係每一年去俾18萬嘅一份基本醫療保額啦咁樣。咁但係咧，我會建議咧，你哋可以增添一份高端醫療嘅。高端醫療咧，從來都唔係攞嚟做一啲細病，而我哋有個目標就係細病咧可以有基本醫療，有人去幫手去問；大病可以有人幫。咁咧，我哋會建議點解會全家去做一個高端醫療保險咧？係因為佢唔單止可以擁有一個全球嘅保障，佢仲可以減少去到你真係如果今日唔好彩有 cancer， 佢可以減少你好多煩惱。可能係唔單止係小朋友嘅煩惱，係全家咧，可能你唔需要再去憂愁一個醫療嘅開支啊。而另一方面咧，我哋都去諗下但係你除咗解決咗醫療嘅需要之外咧，但係當如果你真係有一份有一個咁嚴重嘅疾病嘅時候咧，你可以相信咁你可能如果黃生你有呢個病嘅時候咁黃太都未必會繼續翻工啦，係嘛？如果調翻轉如果黃太有咁嚴重嘅疾病，你都會想用多啲時間去陪伴你嘅屋企人，去同佢一齊行過至少呢段路，係嘛？你有人陪，開心啲，至少都好容易啲好翻啊嘛。所以你會建議咧，喺嗰個時候咧，你未必會翻到公司，你未必會繼續翻工嘅。但係你至少你可以有一份穩定嘅收入咧，去支撐住頭先你咁龐大嘅生活費，每個月18萬嘅生活費。所以咧，我會建議黃生咧，你可以預計如果我唔翻工之後5年嘅生活開支，咁所以咧一個月見到你一個月大概係19萬左右啦，咁咪乘翻12個月5年時間，咁大概一年就係俾大概就係1,100萬左右嘅一個開保額啦。至於咧，我哋會見到咧喺呢個保額入邊咧，我會建議一個混合式嘅保費，即係話咧30%去做一個終身危疾。咁樣30%嘅終身危疾嘅意思就係由你而家去到你百年歸老，佢都可以賠到300萬保額俾你嘅。咁另一方面咧，800萬嘅保額咧就可以做一份定期嘅危疾，因為咧危疾本身都唔平啦，係咪？你都有醫療嘅保險喺背後咧。其實我會建議你可以做一份800萬咧嘅定期危疾，咁每年保費大概7萬蚊左右。而我見到太太咧，佢人工可能佢收入係你嘅一半啦，即係黃生你一半，我就會建議可能太太佢可以做一半嘅，可能保額就係大概1000萬嘅一半，可能500萬。咁至少咧，如果太太有啲咩事，可能黃生你可能就算你由你嘅崗位搭落嚟，即係行翻落嚟去一個簡單啲嘅崗位，花份輕省啲工作，都可以令到成個屋企咧有一份多份安心。所以你會話咧，頭先嘅種種家庭保障咧，都係保障緊，唔單止係俾緊一份關心俾屋企人，更加係俾緊一份中嘅關懷俾屋企人。嗱，咁我哋去睇第二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係咁我哋見到喺你屋企入邊無論係你媽媽啦，定係你太太，可能都有啲矛盾啊。可能個矛盾分別就係可能喺啲財務管理上啦，或者係育兒方向上。又要話咁黃生你就係一個夾心階層，就係你夾喺兩者中間，咁點樣處理咧？嗱，我哋通常會先處理咗咧可能係媽媽你自己，即係我哋會想用一個錢咧去處理咗自己問題先。所以建議黃生咧，你喺以後你有個簡單嘅資產配置，分別咧就係我哋會有6個月咧嘅應急基金。6個月嘅應急基金係講緊咧一筆可能係一筆現金，但佢放喺度咧，雖然佢好似真係會未必有回報啦，但係佢可以保障到，如果今日見到黃生你好多資產咧，都係比較佢嘅流動性比較低嘅，即係包括係可能係樓股票基金。固之然股票基金可能佢嘅流動性高啲嘅，
但係同一時間頭先講可能呢幾年咧，尤其可能未來咧個市場都唔好明朗嘅時候咧，即係咁快拎出嚟咧，未必係件好事。所以我會建議咧，你有6個月咧嘅應急基金去處理屋企基本開支。而另一樣嘢，我會建議咧就係頭先有建議你去可能買一啲醫療保險啦、危疾保險啦咁樣。醫療保險咧每一年咧佢保費咧都會有少少調整嘅，所以我會建議咧你可以有一份穩定嘅派息債券基金去應付呢個醫療保險嘅開支。而咧按住我哋有一個預計保費咧，預計保額即係預計嘅保費大概係每一日去到你70歲嘅時候，大概係10萬蚊左右。我哋用翻6厘嘅息率咧，大概咧我會建議你可以投放8-7萬嘅資金落去呢個債券基金度。咁咧至少呢3樣，同埋咧剩低咧可能你本身有1500萬嘅流動資金咧，咁剩低1200萬咧你可以繼續去做一個長線嘅投資啊。至少咧我哋相信呢3步咧佢帶嚟嘅好處咧，第一樣嘢就係至少佢為你突發事件有個保障，係嘛？即係你如果有啲咩突發事件，至少佢唔會再係你屋企嘅一個憂慮。第二樣嘢就係你減少自己煩惱，你每一年你唔需要再去為醫療保險啊，或者一啲簡單嘅保費去煩惱。第三樣就係最重要嘅，至少你做齊呢兩樣嘢嘅時候咧，你媽媽至少佢冇咁擔心，係嘛？我哋知道你媽媽好多擔心，你媽媽可能佢擔心會唔會你哋有啲時候冇錢用咧？會唔會有啲時候可能係你啲投資好高風險咧？會唔會啲樓會蝕錢咧？咁樣嗱，我相信咧，當你做咗呢3樣嘢之後咧，其實佢佔你嘅資產好少嘅。你可以望下佢佔你資產咧，大概我哋見到你而家負債有大概1/4左右啦，亦都見到咧可能你層樓佔咗你資產一半左右。咁喺剩低嘅資產入邊咧，亦都係黃色嘅框咧嘅唔夠2成，喺你嘅資產入邊唔夠2成，去做呢一個資產分配嘅時候咧，至少可以減少咗你媽媽嘅擔心咧，佢你都少啲，係嘛？嗱，跟住我哋望下我哋都知道咧，可能你哋兩夫妻咧都會可能佢對媽媽嘅資產配置會有啲擔心，係嘛？即係又驚佢可能而家咁多詐騙電話，可能驚佢轉個頭又俾人走幾百萬咁樣，即係我見到佢600萬戶口咧。又可能又會驚擺到好似蝕通脹咁樣喎，所以你會建議咧，我哋會建議你媽媽咧去買一份咧，我哋叫做累信託嘅儲蓄保單。呢份咧，我哋會建議佢設立300萬咧嘅保額。點解咧？嗱，其實呢300萬咧擺出嚟咧係直接去當係一個傳承嚟㗎啦，係嘛？但係至少呢300萬你放喺度咧，你有2個好處。第一，可能你媽媽咧，佢會擔心佢好似唔知份保單擺到唔知點唔知點樣處理啊。佢唔需要擔心嘅就係咧，佢有好高嘅靈活，好高嘅彈性，佢可以隨時委任任何人去做個受保人。佢亦都可以隨時提出，如果你媽媽今日可能佢擺300萬落去，但佢可能驚唔夠錢使，佢可以隨時拎翻啲錢出嚟，喺個300萬入面隨時拎啲錢出嚟去俾自己用嘅。從另一樣嘢就係佢可能佢會驚咁到底如果我攞嚟做一個資產分配嘅時候我到時唔知大仔會唔會又想分啲走可能你嘅細女又唔知會唔會分啲走，或者一個孫會唔會分得另一嚿俾其他人咧咁樣。嗱，呢一份保單佢有好處就係佢係可以隨時分拆嘅，同埋佢可以隨時拎翻啲錢出嚟用，咁就唔驚你媽媽咧可能佢有好多唔同擔心嘅時候咧，佢都可以靈活去處理自己呢個資產配置。同埋同一時間我就知道可能你會驚佢蝕通脹嘅時候咧，你放喺入邊咧至少有300萬唔會蝕通脹，而且可以 keep 住去保存，可以做一個世代嘅相傳。最後咧，我想講一講，可能係黃生咧你處理嘅一個傳承退休嘅問題啦。我哋知道咧，黃生你好叻去做投資好叻去做一啲基金嘅配置但係同一時間，可能去到你退休嘅時候，你未必會再有咁多心力去處理我點樣去處理個傳承我點樣去處理啲基金分配我點樣去再去買賣股票，甚至乎可能你嘅下一代都未必會知道點樣去擺啲錢擺邊個地方咁樣。所以我會建議咧，你可以同頭先我建議黃媽媽一樣，就係做一份累信託嘅儲蓄保單。而且我會建議咧，你係一個頭先我黃媽媽就係一筆過嘅，我會建議黃生咧，你可以試下係每一年擺100萬落去，100萬港幣擺10年。嗱，暫時咧你未必會見到咧有啲咩成效嘅，但係最大嘅成效往往係喺65歲之後。65歲之後咧，你每一年咧可以拎翻200萬出嚟去用。咁每一年會有200萬做一個退休金啦，咁樣。同一時間咧，其實佢都係一份人壽保單嚟嘅，所以咧喺55歲到65歲呢個時間入邊咧，55至60歲咧，如果你不幸離世，佢會即時俾翻500萬俾你屋企人。而喺60到65歲嘅時候咧，因為佢會儲蓄成為第2份保單，你屋企人就會即時，如果你不幸離世，佢會即時有1000萬。
嗱，所以最後咧，我有個簡單嘅結束咧，就係咧，我相信咧，呢3個問題其實從來都唔係一個大問題嚟嘅，但係最主要，黃生可能你去諗嘅就係我點樣去做好呢3樣嘅財務分配，去到為我屋企人有份關懷，去到兼顧兩代嘅需要，最重要係咩啊？係為自己係為屋企人帶嚟一份安心嘅幸福。所以今日咧好開心可以同你去分享呢啲即係財政嘅策略啦咁樣。咁我希望呢啲係對你嚟講咧，未來可以幫到你嘅生活，為你嘅生活咧，為你嘅幸福更加邁進一步。多謝。